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早晨！我係4C班嘅唐嘉怡，我係4C班嘅江子怡。今日我哋會為大家主持國旗日講話，主題係大安全觀。江子怡，你知唔知乜嘢係大安全觀啊？大安全觀係嚟自總體國家安全觀，係由習近平總書記於2014年4月15日創造性提出，係一個系統完整、邏輯嚴密、互相貫通嘅完整科學理論體系，係有效應對新時代國家形勢重大變化所帶來各種風險嘅行動指南。全面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才能確保國家安全、人民安全。其核心要義可歸納為一個總體、5大要素、5個統籌。其中一個總體係指國家安全觀要強調以整體角度全盤理解和維護國家安全。突出係大安全概念中就涵蓋咗我哋認識嘅20個環環相扣重點領域。傳統安全包括政治安全、軍事安全、國土安全。非傳統安全包括經濟安全、金融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網絡安全、糧食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海外利益安全、太空安全、深海安全、極地安全、生物安全、人工智能安全同埋數據安全。20個重點領域環環相扣、互相貫通，從整體角度去維護國家整體安全，就係大安全觀。責任盡齊做到，維護國家安全係大家嘅責任，大家喺生活各方面都應該盡責任、守規則，以維護國家安全為己任。今日國旗下講話完畢，多謝各位。